喜欢吃草莓吗？喜欢。草莓好不好吃？好吃。阮伫神华小新营地区，这个所在差不多40担的经验。所以虽然讲台南这个天气比北部更较炎热，啊，毋过依照阮40担的经验来克服这个天候的迄个因素，所以伫这个时阵来挽的时阵，佫有真侪产量通好挽。欢迎大家来神华采草莓。草莓季的推广就是要让我们台南市民这些好朋友知道说，要在现场采草莓然后可以现吃不用到北部大湖。阮小新营遮前20多年前就开始在推动咱这个草莓这个草莓的迄个作业。这草莓的迄个会当带来的经济效益非常的济，非常的大。台南的这农民呢，我也非常用心，非常的认真来研究，所以这草莓无输苗栗的草莓。希望能够带动我们这个草莓业者能够销售了。另外，我们也希望说带动那个游客能够来采草莓之外，也能够来到我们彰化，可以到我们这个台糖还有周边有啤酒厂。还有我们带我们那个彰化天公拜拜，顺便可以到南科那边有银溪湖啦，还有考古馆。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生长于温带的草莓，在台南也看得到哦。台南的观光草莓果园在善化新市形成特殊聚落，业者累积多年种植经验，不断精进栽培技术，不仅草莓品质逐年提升，种植区域也逐渐扩大。善化区公所携手在地草莓业者举办善化草莓季，欢迎民众到善化体验采草莓的乐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我们台南善化是唯一在北回归线以南，大家可以种得出草莓的地方真的是很谢谢农友们的一个努力跟辛苦。那大家以前都知道说，草莓就在冬天在雾蒙蒙的地方，在大湖草，但是我们现在有善化草莓我觉得应该也可以讲，就善化小心草莓，小心拼大湖，一定是拼得过的那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善化草莓有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品质，能够有更多的好朋友知道。我们希望说能够打开更多的善化草莓的知名度，尤其草莓的制品很多，不仅可以做成大福，也可以做成这个草莓牛奶，都是非常适宜的。所以冬天夏天都适宜这个善化的草莓绝对是远近驰名，也希望说大家更多朋友一起知道，都能够来爱用。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3月11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属于中嘉数位公司的上主车甲3管路有线电视，伫中嘉统一改成新品牌 Home Plus 以后，期待透过新的机上盒，互民众的厝升级变成智慧家庭，而且除了新品牌以外，阁将门市重新改装，互企业的环境甲服务形象拢大大提升。全台拥有100万有线电视用户的中嘉数位统一改成 Home Plus 的识别标识以后，上主车甲3管网有线电视的门市嘛重新改装，除了环境明亮焕然一新，有科技感的电视体验区，对整个企业形象更是大大改观。毕竟有了好的第一印象，消费者就愿意购买产品，并且接受所提供服务。以台用新的品牌成为用户打造智慧家庭生活的第一选择。
双子星跟三冠网有线电视所属的中嘉集团，那我们在今年初呢，做了一些企业识别的改变。那公司的产品全部改为 Home Plus， 那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位家的家庭做升级。那为了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呢，双子星跟三冠网的门市，我们也做了很大风格的一个突破，让它整个的洽公环境变得非常的明亮。那所以各位如果可以到门市这边来的话，你就会发觉到说，其实我们现在的整个公司的布置跟以前就完全的不一样。好，那也希望可以塑造一个让民众来这边洽公的时候有一个更好、更舒适的环境。根据了解，这2年来，中嘉除了持续进行硬体设备的投资甲提升，伫客户服务更是大步向前。除了服务人员换上 Home Plus 经济制服，配上名牌识别加标准的服务流程，强调就是要为你专属服务，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这款大新亲切的风格，无形中嘛为企业形象大大加分。那从最近开始呢，我们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有佩戴非常正式的识别证。那佩戴识别证的意思就是要让每一位来这边的民众知道说，好，那是哪一位人员来帮我做办公的。那万一后面有一些这个客诉上面的争议的话，其实他就很容易可以去指出是哪一位人员帮他来处理的。那公司也有在我们的门市上面也有做监视器。所以只要有消费争议，其实透过监视器都可以来做判别。那另外我们在服务上面也有一套非常完整标准的作业流程。那最主要也是要让每一位民众来这边，他们所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马上获得迅速的解决。那所以也希望我们双子星跟三冠网有线电视的客户呢，有机会的话，随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门市这边来，那由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来各位做最亲切、最快速的服务。上主车甲三冠网有线电视所属的中嘉所位，伫门市重新开幕以后，营业时间除了固定假日休困，对拜一到礼拜拢服务，希望成为民众的好厝边。台南新闻顾及何乔芳采访过的。台南市罕有会理事长廖胜峰、甲民主监督联盟向日葵运动总召黄正中，原本预计20号要伫凯道举办来猪升天宴，但因为黄正中取消申请路权，造成来猪宴卡关，互廖胜峰感觉对不起人民，所以11号特别前往开机玉皇宫请罪。民主监督联盟原本伫咧20日伫凯道举办反来猪富士安来猪升天宴活动，但最近传出活动总召黄正中决定停办，并取消凯道路权申请，互担任升天宴主祭官廖胜峰感觉到对不起天地甲人民。11日，伊特别前往台南市开基玉皇宫，向玉帝负荆请罪。一谢天拜，二谢地拜，三谢人民拜。民主监督联盟的总召，伊说甲凯道路权取消，取消。伊佫第二种佫加上，咱即摆台湾佫买袂到来猪，根本就无来猪入来所以无这个材料好做，互咱措手不及，咱根本就无落去办这个物件，受这以人，受这以地，佫受这以物。所以咱即届爱停办，所以我胜峰今日伫遮负荆请罪，就是要甲咱的台湾的同胞讲，咱这毋是无爱办，是无法度办因为咱无路权，无来猪，所以受这遮侪原因，我等下要甲玉帝搁再编一届这个书文，请玉帝互咱一个明确的指示。普天子孙敬发，玉皇大帝陛下。来猪升天宴，下官所闻。廖胜峰嘛书问问天，求签请玉帝指引方向，尚未到才等出第一杯，就跋着银杯，结束了正常的活动。廖胜峰进一步解释，银杯是上苍唔甘伊遐尔辛苦，要互整个事件到这为止。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市北区以地方创新计划所营造的阿玛尼看市集，3月13号将伫湾美国学校登场。到时阵将有创业青年、青农以及特色社区等单位，邀请市民踊跃前往参加到老热。
位伫北区中营路甲卡湾路也来是原美国学校，伫109年议员库里里甲李伟陈廷辉分别向市府督发局甲中央营建署争取补助750万，将周边道路的人行道重新改造，配合宽快绿地景观，已经成为民众休闲行单的好所在。而且北区公所嘛将计划道路改成市集的走廊，以美国 America 因来合作阿嬷嚟看市集，3月13正式开市。地方创生伫咱迄个黄市长上任了，就非常关心到咱这个各区的地方创生，那特别只是讲咱公所来把这个地方创生工作做好，所以讲我就提出这个阿嬷市集的迄个创意吼。来希望讲，才变做一个咱的青创平台，互咱的少年人、咱的青农，甚至咱的新住民、原住民，咱在地阿嬷，来甲伊过去的手艺，咱即摆少年人的迄个创意摊位，拢会使伫遮做一个展现，所以讲未来伫咧遮，咱嘛希望讲，这是一个平台，会当发挥到这个平台的效果，就是靠咱大家将咱的创意，将咱过去的记忆，拢会使伫这个平台来做一个展示，来做一个展现。这嘛真感谢咱国发会指导廷辉立委的关心。为向乡亲报告这项好消息，区长对来宣传，到时将有草地音乐会、有青农、有青年创业等这特色的单位，以及阿嬷的西瓜面等古早味手作的体验以外，会中电信里长甲职工嘛共同提出会拍伫古早衫架的旧衫，用衫来抓日等趣味的社区导览。收集一些回收资源的循环经济的 T 恤。来做我们的那个遮阳的效果，所以我们突发奇想就做那个阿嬷你看的晒衣场，也谢谢这个工程首先要谢谢我们的北区的区长他帮我们要了这个经费来盖我们这边，现在的乡亲都非常的满意，这边周遭有活化使用这样子。区长进一步强调，日后有意经营市集的单位，会当直接向公所提出申请，审查通过就会当来摆搭。欢迎大家3月13先来到老热。阿嬷，你看市集1314，欢迎你！赞。台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农历2月7日，土地公生由汉尾福德爷庙将伫13号暗时举办暖手活动，邀请有奖、交背景等贵宾的代表做伙来为百公接受。活动当天，除了请信众食平安卤面，今年佮第1届发放福德平安金，保庇信众平安发财。建庙356栋的油行尾福德爷庙，伫去年举办3条建招，并发送生活物资以及平安金，予台南市中价受理户。由于经费够有剩，福德爷降旨要将剩的钱作为福德平安金，伫13日暗时8公暖寿的活动上发送予十方的信众，保庇大家平安发财。本庙啦3条建招内底了后咱有一寡有人捐献的，要即个中低收入户的弱势团体，咱永春的即届利用咱八公生咱福德老爷有降价，亲身来指示讲即个钱要施福，互咱的十方信众所以咱做的是咱伫即届2月7日暗有办即个祝寿，只要有来参加祝寿的人，咱有发即个福德平安金，总共100包，1包200块，这是咱八公伊特别降价，讲要施福咱这十方信众安尼加持过啦。农历2月7日就是土地公生，油行尾福德爷庙提前伫国历3月13举办暖寿活动，邀请有奖以及交背景共同为百公接受，而且当天伫现场嘛传了平安卤面，请信众诚平安。另外嘛准备了100份福德平安金，予信众索取。庙方欢迎十方的信众，当天做伙来庙里拜拜斗热闹。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遐看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
配合消费者的需求，为伫东区的社区型百货公司，特别伫春天档期推出雨伞、雨伞、儿童册刊、甲餐具等日常生活用品的特卖会，邀请民众好康到小报。伫高雄经营雨衣雨伞专卖业者，为了拓展商机，特别前来台南东区的百货进行特卖。会中除了有各式各样热销的雨衣款式场景，并且介绍嘛属足济。对原本一领229到1580块的，现场只要69块起跳到1200块。要紧的是产品的材质甲设计拢持续改良，不止完全防水，内面打爽，也真时尚流行，让消费者安心。我之前的雨衣那个中间都会漏水，然后像现在这一款，我就觉得它左右边两边的设计拉链都是防水，就是中间不会漏水，就比较方便。然后就是也不用担心里面衣服会湿掉，如果要上课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这样。业者表示，经营雨衣雨伞专卖5档外来，除了品质不断改良，包括雨伞嘛是以连果种为号召。热雨热日头拢真适合，甚至也阁有铁开规家伙3个拢热会到的。业者强调，因首次进驻百货，也推出原价590块雨伞，现场限量1000支，只要69块来热销回馈，而且同款式永久保固。很多客人会认为说，雨伞去外面买100块200块，那用了就丢，我干嘛要买一支500、600、700、800的？可是到后来发现客人就觉得，我买500、600、700、800的，我比较不会掉。这是客人跟我讲的。第一，他觉得，它可以遮阳。那我走到哪，我发现我都要遮阳，所以我就会把伞带得好好的，就不会乱丢。那第二是客人发现，有保固，那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啦，因为我用了坏掉丢掉，我要再花时间去买。可是今天我有保固的话，我效果好，我只要送回店家，他就会再帮我修好，再让我用这支伞。我就不需要说一直花时间去挑选，可能上次这支效果不错，对，下次挑的效果又不好，客人回馈是这样子。那我们的生意是一年一年都蛮稳定的，那有持续在成长，因为都是客人在介绍客人这样。百货春季这档特别会当中，不管是雨衣、雨伞，或者是多元的儿童册刊甲用餐的器具，全部拢是对3月12到4月11，而且消费满额加10块到韩国超人气的食品，邀请乡亲好康到小报。台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当年来，伫传统木雕工艺努力甲坚持，互雕刻家刘进文除了得到府城工艺奖的肯定，更加难得的是，伊决定要传承家当立石榴这款100年历史的技艺。现主时，伊将当年来精彩创作伫5行艺文中心做展出，邀请民众前往参观。来到5行艺文中心，因日间中一件一件标准的木雕作品融合创意，变成使人赞叹的艺术品。这拢是得到府城工艺奖肯定的刘进文，对历史当前到这几档来创作，更难得是全部拢是家当立石榴这款100年历史的技艺，以这座8代文革为例，除了一本相亲的工法。加上透光的雕刻甲展出，就使人大开眼界，已经是台湾第一座。伊即个家当立石榴，即顶是目前是台湾第一顶做用家当立石榴的方式来去做的。伊的结合就是有加一目相牵，佮加透雕伊一个做法。是安怎要做个做法呢？因为咱今仔日若准讲规个用上家当立石榴的，比如讲咱即个总团元帅，伊就是家当立石榴。伊就是有这个家当里的底，不过它里面如果没有透的话，它会产生规个变捌的。伊捌的就是变一种新娘桥，不过咱今仔日就是要互主要是要互里面透光出来啦，无爱互变新娘桥，变一张新明的桥。咱因为咱一般咱台湾庙宇咧光桥，咱就是内底就是拢爱有一个新明伫内底。然后里面有一个迄个设计一些灯光效果，伊光起来较会气派。雕刻家刘进文除了5档前就开始创作由民间收藏的大桥，会中也有一好野的雕刻，
其中就是要提供予今年参与的台湾府城隍庙来收藏，同时嘛要予参与台南古城节百户活动的民众来跋杯。伊目前伊比较特别的部分就是咱台南10间庙吼，几乎9间有即个嘉当日节律的作品啦。啊，伊即个做法就是自较早明朝你讲咱民国以后到清朝尾，就是留伫咧台南的一个特有的一个工艺。啊，伊伫咧台南是留了上济，吼啊，所以咱即马因为它有一阵子是没落掉，所以我一直。因为我早期也收藏啦，跟研究，所以我等下为神像，早期做神像了，等下转到这边来，是因为这个是根本无伊的工法，伊的讲法根本失传伊啊，所以我感觉这个方面就是爱重视这个，所以我等下一直创作这一块区域啦。府城是不是府城？好想的好，好，那府跟福是同音，所以是府城、府城、福城。所以，我希望讲打造台南是一个很福气的地方。那本来台南就是一个很福气的地方，可是府爷好呀，其实是足侪庙宇内底拢有诶。好，啊，咱透过府爷，啊，带咱大家来认识庙宇文化。今年4月17号，伫五园顶中的台南古城节，都有市集的叫卖，同时嘛要传达艺术对庙宇行出来，变成在地文化特色。甚至以后嘛要营造一条福气巷加布满福顶为台南记号。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1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